你寻我做啥？皇帝不急，就是他该今朝是侬大喜的日子，寻不着侬新郎官，万不及杀人啊！有什么可惜的呀？哎呀，公子，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要是我还不娶我讨娘子啊，我真是困风头里笑出声，啥人家侬拉上子面孔？公子，快放手吧！再寻不着侬老爷用过人啦！啊，儿，老爷来了，空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呀，真不知礼！新娘子在手上等着，你怎么还不上手呀？哎呀，实在不能把新娘子接回去。怎么？已经我长得不好，配不上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与新娘子的面貌没有见过，我怎么知道她长的时候，长一道可以花可以色，可以成可以得。只要金凤姑娘情深无道，将来是个贤妻良母，谁不是你的福气了啊？弟弟，孩儿心中早已经有了思妹，我不能够留心由他离去他人啊！你呀，事业都有无度了。别离他人是孤雄，心用儿女生死情，今是我等公女知恩大报早回承恩为你大慈悲儿媳岂能与一子做人情，于是呢云长共度3年3月，大吉下官是有情，你不给一夫即是骗我鬼，到如今我已成疾是弟，你叫我飞与师傅去向师妹交代呀！你才不把新娘接回去，你才叫我师傅向亲家母交代呀！就为我师为父钟情有呀，又怎样对得起
实在救济之下恩公啊！新郎都欢欢喜喜的，那样你呀，好，你与我娘新娘子手上等着，快追吧！老爷，人家说要起风了，恐怕要变天，是不是等风停了再开锣？不！随命牺牲时，今天是大吉大利，好日子，千万不可错过机会。我吩咐下去，立刻开锣。是。追吧。
迎风相对，这都是我害了你了。他们不在，你醒一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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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新郎。我们的水泥，我们的都神门了。那我们的神明，这神仙，你与我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那边还有没有别的事。你是可以消息啦。
死了老爷母，幸而了早一回，其他人生死不明。公子他报了官，还在当牢，困起来是凶多吉少啊！幸好公子与少夫人离人于难，陆家终身不因之中答应了。可是人家不在身，新娘子的你不好啊！爹，可别这样说。上一道天不测风云，神有胆测无佛，神仙也没有办法呀。说得也是，他俺不是同兄化解，也算有福。爹，公子回来没有？幸儿遇了难，公子看他母亲去了。那我去看看少夫人。好，好。轻轻放心18年总理预言的灵光，今日里不要紧。孤影自里，今不知这朵红花。悄悄地稀稀答答洒上了，是你呀，吓了我一跳。不用想，你是我们这3天的新娘子，插军待人，莫论是话也不过问。
可惜你在年小，我委屈你了。都怪我命不好，万里来了怪人。少夫人，你的心念真好，难怪公子对我说：“翠玉，你要多多照顾少夫人。少夫人要吃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；少夫人想什么，你就去买什么。可不要冷待他呀！可你呀，无所不到，只怕我说到你心里去了。公子回来了，公子，今天是七绝，牛郎织女吃条香味，心里的话嘛，留着自己去说吧。翠儿，你不要再闹了。公子他们有一天来，你吃饭，我们快去扶他们吃饭去吧。哎呀，我的白日老弟弟，这还用得着我们啊？少夫人早把饭菜准备好了，果冻的孙子，你过起来吧。哎呀，我老子都了。都别离了。几天我忙有很多的事，也没有空来照顾你，三哥。我们以为你本票送达，身份不安的，应该是我。你这位亲了人啊，我的好小姐啊，叫我小姐。你不喜欢我称你小姐？我哪有福分当小姐？这也是啊，在世界之上，哪有称自己的妻子为小姐？难怪他要发小了。那么我称你，金某，叫我金某。怎么又不好？那我称你什么才好呢？飞龙呀，我的名字叫飞龙。飞龙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？是飞鸟的飞，凤凰的凤。这样的飞，你看，这是你曾经我的品牌，
一只结巴之王，好家更不得了！地位的金翁下过品，曾经在这一只金翁了眼睛，如今平白变了样，当时我心中起疑。外人自从山下用一生。起飞梦，就是情。我早在枪把十五梦，头靠标举三18年做女做马，受尽苦山中泡大，我苦命人，表具狠心将我妹扶着两把人定终身，原以为飞凤从此落花坑，谁知这次遇逢生，你慷慨佳人救下我，飞凤是女，你好心人。结巴之王做平文，飞凤成了家的人。错了，见错了，两个新娘靠错了。凤姐之梦，天公开了个大玩笑。哎，碧红啊，在成亲的那天，你不想推推快过一夜吗？怎么不想？这是我不该的啊，好，那我猜想。你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吧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舅母也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该多问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人呀！现在我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就不可怜了。你可知道你怎么？金凤飞凤也是他，两个新娘同日家，快来金凤迎女男，我把飞凤迎回家，待我上去把真情讲。金公子鸟真有惊吓，别人的新娘真女家，万事送她回夫家。我不知谁家妻，天涯何止是他夫家，万事送
我去准备饭菜，是你用吧。不劳你操心，不劳你操心了。哎，你我夫妻之间，还用得着客气吗？我在答应北京旅下去行表举本将军，即刻送他为夫家，花别子女总须比。我从凡事官离开家。地方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你几次上访有讲不讲的样子，我早就知道你有话要同我讲啊。好，这是我家的钥匙。钥匙？对，交给你。交给我？你就把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家。你我有了自己的家了，一梦一梦不再闭，一梦有了情深tình。这次今日断去心回笼，他那子明早那一分地你红啊，我要离家去死断，这府上下交给你。贵人啊，你放心，我曾许丹于家中的大小事情，我为了你，你的恩情比山重，我听到过，仅仅是家一言得起。没有听到你妹妹弹琴啊，听着琴音啊，她又在想你文熙了。本溪为家已有3月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？什么事啊？一定是他爹爹看不起我们穷教师的，我再认文熙与妹妹的婚事吗？哥哥，我可才一笔你人的人。还没有过门就放弃人家讲话了？哎呀，快你！哎呀，
师兄。啊，师妹，凤仙，你这么一去三个月，心都不累不，真不良心。凤仙说话，凤仙，你算多了啊？是算多了。你家里催你回去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弟弟可好？弟弟他已经去世了。他是怎样死的？弟弟他要我迎娶金母，不料软在遭毒遭难。你怎么？你爹叫你娶亲了？金家有恩我家，弟弟他定要我迎娶金母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事情何事都已办妥了吗？先算什么？只有我一人身外，弟弟的遗体已经安葬在故土里。
你来的黄梅是松，三月来你千载排来，多张我必须将亏损的身子做条布，孤独的忧伤要记，心灵的沧桑须有，家中事一切走在阴通处。从今后莫再多的虚度生。先生，本溪啊，你在我身边读书已有3年，你的品行为人我都清楚。如今你父母都已去世，由我先生做主，你就与银莲听亲了吧。奉先生不弃，能够盼师妹这样的淑女，本系关节在心。如今你也小才生，有空考级将近，不如先应听亲，以后设结婚婚。对，大灯会嘛，小灯苦啊。等你取得功名回来，与我妹妹完婚呀！不，就是功名不成嘛，我妹妹还是要陪着你的。休得啰嗦，这样嘛，为的是辈子有过照应，免得我年老之辰再操心了。你嘛，也可安心在此准备功课，上进观考。啊，先生自此关切，对我为家准备。这倒不必了。如今你父母都已去世，不必再往返操心了，一切由我们来安排。再过10天，正是中秋，不如即日定亲，度过团圆节里。因为儿郎，你看是何？哎呀，弟弟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们没有长辈，我爹们身体又不好，长子我就叫进我来嘛。我是新接的嘛，10盘就办。爹，我们到里面商量商量去。你这个安心读书，等着做新郎官嘛。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子才一力叫不到婚前，心不成他他怎么？他打算平到了。
病了啊！是啊，我一名菜鸟却不是心腹成了，我已放心不下的你归来禀报于你，小子臣你快回去啊！哎呀，还有个后代，我可再对不起呀！那我这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小子臣啊，你都是这要紧啊，你要辜负心腹臣的病啊！好，你先去工作，我和先生商量商量。一波比比，一波情，好日多么命运贵，原本想避开闭梦大使馆，找到她丈夫就送她归，谁知她的罪为疾病逼她憔悴，将我的病中之人许爱为我于情于理当守归。我大姐赶回家去，四妹面前在交代，里面她真是进宫相公才，那指望有个飞龙在家内，十八正经何万通，真恐他难在两极要亲。师兄，弟弟说，这是西京的一有古法，可是定亲那天，那些知青好友还是请来你闹的，哎，我信了快，能到中国门口。好，师兄，师兄，我正想同你商量商量，想推荐定亲日期。啊？你是什么？好，我家里有事要委屈一次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不是心血来潮吗？怎么该定的事情说该就该的？我家里有事，非要委屈不可。那我就做不了主了。爹，妹妹，你们快来！什么事啊？爹，你的新郎官只有要是回家没空定亲了。本溪，什么事这样急？先生，家中有事，非要委屈不可，请先生你见啊。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你应该商量决定了吧？妹妹，我委屈一次，回来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你委屈吧，我等你。
请。只要保证去到上去，便可考核出了。哦，多的先生一直高堂，夸奖了。请先生留下大名，再有也可在乡里中央写上的一等。是的，一生天生何必有名？哎呀，这我有事情要离开贵地，就此告辞了。先生最好。啊，宋先生，先生最好了。啊，地方的病总算是好了，只要能够找到她丈夫，便可送她回去了。莲妹啊，莲妹，不久我们便可在一起了。年。
少夫人，翠娘你能起床啦？今天是8月中秋，我已准备吃鱼肉，晚上得从园子里采些毛头鱼呢。翠娘，我帮你一起去杀。好，小飞，小飞，你前去派这人才，日本的兵来了。而将神水再盼也盼开心嘞，总算是比梦久久把心为。当先生比梦不须将美记谁，素不下的把情配。因已到此取下比梦结为家，从此一去无往来。记着他真人遭害难，料定他凶毒极少难身外。我也无法得到美其身，我也无力把比梦再领回。比梦既有你这样身何况你自配，我们不留在军里。否则在家不对你太对，快对，对不起这短信的梦生，安谁比？哪里去找美是你在叫我嘛？我叫你，又叫谁？怪人！今晨明月亮下遥，美君佳肴同两宵，等在端园明月下，这心字家白君啊，等着他妹妹登上端园去，等着他上上举杯八月郎，他在今
为小兵子噻。今夜月色真好啊，不要中去月正圆，哎，月圆哎，生也圆，圆啊！哦，师傅啊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哦，你我会讲故事。来，坐下来听。记得在从前啊，有一个朝代，有一位皇上，生下了2位太子。哎，慢来，是哪个朝代？皇上叫什么名字？太子又叫什么名字？这些个不关紧要太子嘛，就叫他大太子、二太子嘛。2位太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，很快，皇上啊就为他们选定了2位领国的公子。什么？公子又是没有名字的？有啊！一位叫子虚国公子，一位嘛叫乌有国公子。子虚国、乌有国。对，2位太子同时迎娶2位公子。哎呀，好年呐！2子迎亲队伍同时向王朝进发，不料在中途怎么样？十奉领公请问子虚国，2国交作，兵马冲突，将2子迎亲队伍冲散了。哎呀，那太子和公子又怎么样了？那位大太子，他在昏沉沉中，突然看到了一位被吓死过去的新娘，他存着急着的心脏。太子望着公子了。对，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哎，我修一位不因子所对大义，基于谁喜谁，有对子送王子送幸福来，天大的护卫自己爱。大新娘不是大太子愿定妻，怎么他不是公子？他是公子啊！他就是他的弟媳，不由公子出堂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都是为心来，每次不人在，有都是一样的媳妇，一样人爱，归来之中人同在。那么他们自己知道吗？太子他一句他，公子他强话不知情。呀，哪怕告诉公子呀，这是要讲错就错下去，不是更糟了吗？更糟的是公子他已经没有家了，叫他到哪里去呀？那当然送他到丈夫二太子那里去呀。二太子下落不明，凶多吉少，那送他回娘家。公子的父王已经在转轮中死了，他已经没有家了。哎呀，太可怜了。这有的日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假使我就是那位太子，你就是那一位公子，这不可能。你必须要这样回答我。假使你就是那一位公子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啊！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故事我编不下去了。哦，这故事完
是你编出来的呀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比翁，你一想一想，与我一起编下去。哦，乔木编下去。对对对。那公子没有了父王，又失去了丈夫，对对对，又回不了家乡。是啊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对对对，只有嫁错丈夫的耻辱，只有家说不清的误会。他还有什么脸活着？还有什么乐趣活着？富困啊，只有死，当然只有死了。哎呀，这故事不好听，好光头的杀人犯呐！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啊，贵人，你看，明月当空，我去半乡头也该3月了。
两臂为里美苏州你我黑里在，一人来唱得么光子变得起，他紧紧与我共鸣，深深的动情爱，深的爱里，在人心好相识，为难以同志人，同志。已经变到相对了啊！来，他来炸药吧！你没有想到吧？你听我说，不用说，开门看，你家家人生你和你夫人，对吧？从英俊上游，不成奇怪。哪里的夫人啊？还有姑娘。哎呀，你轻一点好吧？你外乡人嘛？哎呀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他。你为他？是为了他。你相信我吧。你还叫我相信你什么？相信我对你妹妹的一片真心。呸！我家对你相亲人。
对了，我怕人家你人呀。你能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能够这样讲啊？啊，太娘，考级将近，我要到使馆读事情，不能耽误了。哦。太娘，你好好布置少夫人，我要忘了去场所。那说家啊，不行。美爷在来了，四八，请坐小姐。四八，吃了药好些了，好多了。这次幸亏你路过此地，开了施主的药方，药到平时已经不错了。这就好，四八。四八的病倒是不方子，这是七早上的有一个。全部生了，老年人最好到南方去，那里的气候比较适宜呀。是啊，等我病情稳定些，我思想到南方去调理调理。我这次已将那方程做而来，明日就要回家，我母亲都欢迎你们来呀。谢谢了。你姓方承尊，可有印着？实人大海，妙不印着。师妹，这药方再调理几天。不要对了，最好了。弟弟，外面天冷，你晚上进房去也罢。不啦，儿郎。这一方真是灵验，梅大夫主上乃是四代女医，要不是他父亲得罪了朝廷内奸，披露民间，我们还请不到这样的名医告诉你。是啊，梅师兄不但医术高，医德也好。臣也看到
出城路女海南，至今生死未卜。哎呀，你们外姓孟怀丹天，无妻子妻夫不是那毛衣。怎么了？苦练苦练再苦练，随他一路随他去。他在家里为夫人，我到他家亲爱见。这是不可能的。不像是骗人的人，他明明着陈传以后是他一人身亡，你不为你搞错了？哎呀，你们呀，事情里巧碰了运，他把也为分不清，也不想，他为我这一定结亲，他为我自是我为家门，无为保媒虽着情，情是跟踪快就近，本家人谁确信人才同归幸福人，亲眼见证做个天他俩，刚刚3月几成灵，二问我多不许家里人不给来清醒。妹妹，好轻声，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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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结好了，为子断。好师兄，师兄啊，你听我同你说个一句，我就是时光山上在，为人因子你给了人，我几人狂骗龙须家，何人因是将人我，家有夫人死啥子？本来是个保护男我，请你证明不为难，好里好善一道不。不，师兄，你天下论事多少，我妹妹就我有陆家的良人。师兄啊，你不该将我去门外，用我在世人面前实习过。你晚上说妹妹跟你干讲，你听我讲，师兄，外面是谁呀？啊，没有谁，是他。我听见是他。妹妹，他不要把气闷在心里。好，让我叫他回来，让你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，你好消消气呀。让他走吧，你不要难为于他。妹妹啊，他本是他与父命才生情，再不要过度责备伤他心。他不该惊梦的是王不是，他临终
不会回来了。少夫人，翠妞，今天也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哪里也没有去，我在家等着你。你好狠心，谁家演着也不来陪我。我哪里演着？我当家的出门做生意，今天刚回来，我要陪着他去。嗨，还有他说话，真是忙了一天。刚分开几天，就这样舍不得，好不害臊。这叫做村不离堵，公不离婆啊！翠妞啊，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有分开过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定亲以后，为了这件办事，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。可是他这个景象，为我特地抹了一面大的铜镜，对门挂着，他天天的在镜子里偷偷的看着我。我们天天在镜中相会，这个秘密啊，直到成亲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。你不是在讲故事吗？难道你就傻着与公子分开吗？哦，可不像你们。少夫人，生年天我的家，你的名字我明白，大哥你不思念他，这阻挠的想你为谁吧？大哥你不思念他，激动我越为伤。大哥你不思念他，为什么冷得发光？是呀，当年好新婚夫妻是娇妻，为什么你总不能留死他？才有他这一道不心中意，不与我共同一段生不嫁。上一道要恰长子回家来，怪人他为何一去不回家？他将我梦中的夫君梦中意，约情难尽，隔人山。且在此一段残味，终去匆匆又离家。女郎无以为侄女，枉费心血恰巧家。旅程旅程难旅行，我终于红丝也难算是他。他的他的梦破灭难高攀。若非他永远都为两牵挂，
后命长元，不为凤贵呀呗，你却是长元所生了。那时候你们却再也不为分开了。我也不指望当什么上元夫人，我只希望她不要把我丢在一边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翠娘，天气转冷，我想替官人做些过冬的衣服，你叫我买些丝线系上下样来。这真些我们娘来做吧。不，你忙，反正我也有的无事。好吧，等你为我替你送来，我走了，你再吃些些。
人，你母亲公子呢？你不好意思开口，要不要我去请人先行叫他回来？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他的大事。少夫人，但是你要别分心。还有你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马上就去接。大弟啊，我要把官人的文章记掉了。这不是有用的文章呀？是一封信。是呢。美姬生。头梦王家公子他愿与四妹心终身为了我四妹与他生无畏，只因当作陌路人，为了我他千方百计
心美郎，受尽委屈操碎心。公子啊，岂能为我连累你？我插鸳鸯两地分，你的飞梦今已后，我只有祈祷胜利，保佑你来往从后面。美郎啊，不识了，怕你救下我，太飞梦无法与你结成亲。倒是青山上子母是陆家屋，可以再进来家门，今生错过结了哟，不是谁能。你说什么？少夫人不见了，师母，少夫人不见了，是看人下的样子。也是。都怪我粗心，都怪我粗心，撒下来红尘，他竟死去了。公子，你不要吓人，我懂得你他为什么要死啊？不，你们不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他我们在问毛病吗？这都是我害了你娘。
我
亲兄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各位姊妹知道母亲回来，一个都来帮你了。师兄，你的女来了吗？你亲兄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听着。气色不错啊，病却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多亏一人高，我妇女呀到底是痛苦笑。前去罗窗来，今生你的离了，苏月来跟你和我迎亲来，我儿子去这一天比一天好。这最好了，为人在此应该上路，自在吃病，不传秘密哟。是啊，伯母，弟弟叫我做了上面须，也好让师兄出真是与我。哦，哎呀，真是好身体，好随意，腿在脚上，暖在心里。多谢师妹关切，好一点心意，比起伯母对我们的照顾，真是天差地远。哎呀，听这个多的呀！哦，这是我在地上坡度不的美来的，来队长，正上所在，大吉大利。我这个儿子啊，虽是门在无路不说话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你。是啊，我的女儿也一样。哎呀，弟弟，伯母啊，普渡今夏一定很累吧？还好。哦，我为生了一张孙子，生了一个乖女儿。那姑娘没爹没娘没岳父家，云在外边，恰恰我的最经过。哦，我去会他出来，让你们见见。敬我女儿快来。这是你姑姑梅继生，梅继为不发给妹妹。
下这样称呼你？哦，他小你大，就叫他一声妹妹吧。姐姐，妹妹。哎，景凤啊，今日啊，你为要给口称他嫂嫂你。知道啊，这下你家里可热闹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莹莹，你把我告诉把你回来，该歇歇了。我们改日再来吧。哎呀，把我师兄告辞了。姐姐，改日有空过来，我们好好的细谈一细。今生总是吧，是吧？最好，最好。听我女儿，你看苏家妹妹本凭这样。我的眼里不错吧？李母那儿子一代人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。要不是为了飞梦姑娘，他们早就成亲了。为了飞龙，那今日下天，寄生去二家看病，可以为叫飞梦的姑娘真死可怜，就娶她回来。不料中途沉沦，飞梦是生死不明，我儿子东出西找，给自己一将做法，就是不见飞梦的影踪。我儿良心好，只是为要追去找找。可是我这个做娘的嘛，就对不起作家了，一聊天就没有下文了。哎，不讲了，今晚我要去谢谢一位。可以。
下。哎呀，老兄，我与你做了名声呢。我们在这栋早就见过面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曾为你曾夫人看过病啊，不是我其他，是非的。哎呦，如今我才知道，她就是你的夫人。这是你杀了他！韩国镇长，给我大力反击！不。为得先生亲父谁，我报喜心报上意，而我不能将他挖大，还有将他日
去下笔的，再告诉你，是不是去苏国？苏国已经争取绿空了。你那师妹呢？他已经另有归宿。是我还空你俩是我家里来里来。往里腾苦塞，你为我设置太多，我痛儿女夫妻双双来母家，不惧上在表情景
至今飞翁找到了终于闭挂了。娘啊娘，求我嘞一爹如果早日生，想想他人快自己。这倒也是，再不去动各家事法，商量，早定婚期。陆真兄啊，赖先生，恩公啊，有位人他梦神惊恐，遭逢了金贼人心，此辈乃如宝，生生死用命尽。太好了，祝你们夫妻夫妻终于好高兴。但没想陆公子吃了我儿子的喜罪，再委屈。哎呀，陆公子，你话为没有听心意？我儿他年过20没人家，早已在逼翁来的兵官家。今夜他坐上与我自交，追得上门当再配无家。新娘毛调真挺好，逼翁一声将他夸。